我是最先国第5代，欢迎收看公司第1台报道歌灯。头底保冠，经脉皮薄，心情均常，保华盈乐。这是佛经内底伫咧形容神明的清茶。伫咧台湾，百姓的生活惯习嘛表现伫咧宗教信仰当中。替神明做新衫、换新衫，就是一项上好的证明。人爱装，佛爱光，神明除了有无同的面容，还佫有各种色水丰富的神明衫来表现个性。但是神明的服装是真讲究的，会因为性别甲身价无同，怎来变化？一针一线，一拗一抓，师傅真熟手，伫咧宝珠璎珞之间，展现出台湾民间传统艺术的美丽甲价值。历史内面啊，这神明有影拢装甲遮尔庄严、遮尔水，这就是俗语伫咧讲吼，3分人就要有7分装。有影咧，不管你个人吼，天生自然生出安怎，只要你会当熬装，你熬扮吼，哎，你互我印象都无共款。啊，神明嘛是共款啊。除了这个外貌以外吼，其实每一尊神明拢有伊无共款的这个服饰甲服装，所以来展现伊的仁慈甲伊的威严。咱今仔日呢，就真荣幸嘛，真欢喜吼，要来讲一个吼，你身躯必定来去看到，可能无去注意到，或者是讲你去注意到，却唔知影讲为什么会安尼生吼，这就是神明的这个服饰服装。头一位，咱先来欢迎到专门甲神明做新衫新帽的这位谢尚辉师傅。大家好。第2位呢，咱来欢迎到咱台湾传统技艺推广协会的杨玉如理事长。大家好。咱这个神明的衫吼，明明咱看这个神明的这个像吼，拢已经刻好好啊。衫毋是拢刻好势好势，是安怎过来甲塔衫落去顶悬穿？这是什么款的原因嘛？会当来看愈水愈庄严嘛，也有就是口弯，然后有达成。甲神明靠下，心意心无安尼，该装水水啊，真水水啊！咱看讲吼，迄个神明桌顶啊，或者神明啊，像讲阮迄个阮这道的，阮做歌戏这道吼，颠倒元帅爷吼，就讲伊就身躯拢穿武身啊，吼外口佫踏一个披风，人就甲咱讲吼，迄个踏披风哦，你伫厝内的时阵吼，你毋好甲踏披风，因为伊拢出巡，吼拢无伫厝，这敢是安尼？其实是。伫厝内甲神明，就像你讲的，人爱装嘛，就是要甲神明装好水，会想讲要甲伊打扮一下安尼，个就甲伊穿衫底无啊。老师啊，想到咱会去咱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内底吼，会去特别去强调讲吼，咱爱种为这神明啊，装甲遮尔庄严、遮尔水。是嘛，甲人共款，甲伊穿水水吼，所以咱即摆咱厝里的神明吼，代表咱家己一厝里吼，代表的迄个尊贵呀，嘛会使甲别人讲，其实阮兜的神明嘛，甲我共款袂歹啊。使你对这个帽啊啦、好啦服饰吼，咧神明的衫，这拢真有研究吼。这神明的这个服装的材料吼，这个材质，每一个时代吼，拢有无共款的穿插嘛，对吧？伊的运用拢无共款。一般纸有纸帽、银帽、铜帽，通常大家伫厝内靠经济能力较会当消费，都通常是纸帽啊。所以讲，咱看到这个金细细的物件，其实伊是纸。对哦，是纸帽。真侪人拢以为讲伊原本就是金的，吼，咱个神明啊，伊咧戴的伊帽啊啦，伊身躯穿的这个衫，绝对是纯金的嘛。而且伊拢金光闪闪，看起来拢安尼。到了尾，伊其实是纸。对，伊是纸做，大金箔安尼。大金箔啊，对，嘿。哦，是安尼。你讲有纸帽，佫有啥？银帽、金帽、铜帽。纸、银、金、铜。嘿，嘛有写。嘛有写。对。这分别就是有改赞吗？其实改善是对神明的无落分啊，那个材料无分嘿。哦，就看讲你厝内的这材料如何。对。但是我较好个，我可能做一顶大。金的。金的。嘿，金的。纯金的有吗？纯金的有。哦，嘛是，比如讲咱看到，其实通常伫厝内看到的这款的，拢是纸帽较侪。一般是纸帽、铜帽较侪，因为这个平民化。其实看起来是金光闪闪。
但是事实上伊的原本的材质是纸做的。对。吼，啊，这个部分拢是纸落去空的。无，这竹啊，这竹啊，这是竹啊，啊，这是叶啊。哦啊，我感觉讲爱看后壁。哎。因为互人讲后壁啦，神明坐伫迄个神明桌顶啊，你也看无伊的后壁对无？其实这个后壁这个钢嘛拢真油。对啊。对吧？啊，这拢嘛拢纸的吗？系啊。这种纸固的吗？纸做的吗？纸落去剪的吗？外面纸中是白铁线，啊后壁内里是套布。哦，所以讲这个细细啊顶，但是内底有真侪这个机钢拢伫内面。对。哦，啊，这个纸这个形啊，你当初你是去安怎去学来去看到这个物件？你才知影讲啊剪这个形。啊，就阮厝里新民，有要嘛是要做帽啊，啊，再去找台南师傅。哦，是安尼。啊，因缘巧合之下，才来学帽啊。所以讲，这个材质的部分，自以早到当拢是安尼嘛？对。拢是用纸传落来，就是安尼。哎，纸帽已经传百几担啊。百几担啊。哎。就是讲，不管你安怎算起来，你对寺庙啦，吼，你对神明，这绝对你会感慨对无？啊，既然咱会感慨，咱想到讲，有爱创一个纯金的互伊，啊，想到用纸帽啊落去做。纸第一轻，还袂伤到金身。哦。啊，金重，伊有当时滴落来，有诶滴落来，片啊卡着，片啊无去啊。是吼。哎，对。哦。啊，纸伊材质佫好客。是。哎。这个神明咧戴帽啊，吼，甲阮咧做戏台顶做，咧戴帽啊，其实差无偌济啦。其实是共款。是共款吗？材质拢共款，只是工法无共咧。工法无共啊。啊，像阮讲的吼，王爷的帽啊，是啊，啊，迄落妈祖帽的帽啊，咱一看咱就会知，像甲咱的身份共款吼，伊嘛是什么人戴什么帽啊？什么人做什么代志？是，这对咱来讲吼，是一个提醒啦吼。嘿，咱应该都爱坚守伊家己的身份地位，啊，做该做的代志。嘿，这是时阵和我一寡感悟啦。啊，当然啦，咱台湾的宗教吼，这个诸神会当算讲是百款，吼啊，每一顶帽啊拢无共款啊。啊，你是安怎去分辨讲伊是这个刻出来了后，你是要安怎甲装这个帽啊？有古册记载，啊嘛有师傅的甲咱讲啊，啊，再来就是对神明伊自早伊刻伫头壳顶啊，啊，所以你看到神明头刻啥，你就大约知戴什么帽啊。因为元帅就是戴元帅的帽，啊王帽通常就是王爷伫戴的，是。啊，你太子就是拢固定一款太子帽安尼尔，嘿，就是安尼。啊妈祖就是天后。你对师傅遐传承落来？对，大部分拢是师傅。口述的加讲的，啊，我记起来呢。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传承的部分是较重要。啊，咱就去想到讲吼，啊，这神明原本就拢规身躯拢刻好好啊，吼，啊，而且咱已经甲穿一身衫去哩啊，啊，是安怎吼？时间到啊，时间来啊，或者是讲伊生日的时阵，咱搁要甲伊换衫。咱以前啊，有迄大家乐的时代有啊，是。迄阵啊就起笑的，然后咱大家去拜倒位啊，然后求什么啊，然后伊就会啦，咱若有得奖。咱是不是会去买金牌啦，还挂水水啊？嘿，迄阵啊，大家对神明吼，好像较热衷啦，吼，有这个过程啦，吼。其实迄个时阵对咱来讲是足特别的，啊嘛对神明来讲是足特别的所在啊。当时该换无该换，是敢有啥物款的特别的迄个时间的限制吗？有是神明圣诞，啊无就是重大宫庆，就会按照啊就是。新开工的嘛有，哎，或者是讲我趁到钱啊，对，我来阮兜用足旺的安尼啊，我嘛必甲伊换一个新衫嘛，是会使一啦。哦，神明伊是万无万罪，哎，对，是，你受当嘛足艰苦的啊。啊，我知啊，所以心意上重要。对，哦，迄个心，我能力所及的所在吼，我做会到的，我绝对做会到嘛。啊，我若做会到，我就做一顶纯金的互你。对。好，啊，我若是迄个能力困难，或者是讲我到这个程度，我就做一个纸空金的。其实迄个心意大过。心意有够赞，一张香嘛会使啊。对。哦啊。咱讲到吼无共款的神明，啊，戴无共款的帽，啊，穿无共款的服饰，吼，啊，像讲这咱面前的这两顶啊，吼，这都有真大的差别嘛。吼，可比讲这顶是啥物？这顶是上帝宫法味。上帝宫。嘿，法味。哦。啊，伊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吗？伊法味无共就是
人一般是分前后汤，啊，伊是后壁是较简单。哦，后壁一个太急。对，一个安尼，啊，就是发味，就是早前咱头章这顿，啊，伊散发，啊，用发味甲头章牵起来安尼，啊，这一般就叫发味。哦，发味。啊，通常是上帝宫啦、三奶夫人，迄有做法嘞，迄会先一滴滴的。是吼。对。啊，我看这个材质啊，你讲这是用纸落去做底对无？啊，再甲控这个金落去吼。啊，像这讲这个竹啊啦吼，啊讲这个永久对无？对。这他妈死都会讲的。是哦。是。安尼这无简单呢。啊，这么细粒是不是伊的成本点都较悬？对。人拢以为讲吼，迄大粒的较贵对无？其实这较歹做吧。较歹做个较贵啊。啊，啥怎会安尼？因为这种丝伊是迄真冷的，啊，你手工落去讲的，伊先甲绑起来，啊，然后开始对着碰起来变一个球安尼。啊，愈细粒你就愈歹绑，就讲做无共款，愈细点伊愈油愈歹做，愈伤目睭啊。这无共伊是宰相，伊后壁加这两个是啦。啊，上吊。对，啊，伊是四角汤。四角汤。四角汤，对。对，伊这后壁无后汤。伊这无后汤，伊这后壁佫有一个。对。啊，像这顶啊，我知以前吼，咱做迄个李博宇雕线，啊，伊拢讲吼，啊，我雕线啊，我献一顶迄个紫金冠互你，紫金冠互你，这顶就是安尼。对，这紫金冠。但是都不是紫色的啊。啊，无啊，迄是伊的统称，叫紫金冠嘿。啊，冠是就这个冠，啊，冠就是咱一般未成年太子，太子伫的就是紫金冠，就是。这粒来代表，这粒嘛对无？对。所以伊这是规个拢甲包起来安尼。对。啊，迄个脏就伫内面，脏包伫内面。古早时嘛，太子还未成年时阵，就是拢紫金冠。所以咱会当去看到，除了神明的迄个金身之外，咱看伊的服装伊的头顶这个盔帽吼，你就知影讲伊是什么款的神尊，哦，伊的身份够偌悬。像讲咧，皇帝就无可能戴这个紫金冠嘛，伊这是属于太子。对，什么官就戴什么帽啊。哦，所以讲吼，个人伫这个社会顶悬吼，各守本分啦，吼，各遵家己的这个线路，都绝对袂出问题啊。有一寡新衫吼，都爱换新衫，啊，神明换衫到底有什么款的禁忌吼？咱先休一下出来咯。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在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疼惜。来到此地，前面是翠云山芭蕉洞，蔡老师自己进入行。花样戏曾经是咱台湾真主要的民间表演之一。你捌看过师傅用一只手就会当弄一身红啊？为什么花样戏无大病就无法度结束呢？大家拢看过舞蹈表演，但是你敢有看过有人用舞蹈来写台湾字？台湾字是要哪表演？咱就请分门的舞蹈家来甲你讲，要安怎利用舞蹈来表演白色色、红记记。你敢有详细看这庙内的神明？明明身躯顶悬拢已经有刻衫，为什么外口搁要穿一束神明衫？咱为这个神明做新衫、穿新衫，又搁有啥物款的美感呢？沙茶是咱台湾人食火锅的时阵无法度去欠缺的一味。你敢知影讲沙茶是安怎来的？为什么咱台湾人会这么爱食沙茶呢？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丁》。我还记得我细汉咧做戏的时阵，因为我拢做外工戏嘛，就是做京剧啊、编剧啊，你款。啊，我记得我身躯顶悬，我做杨贵妃，啊，身躯顶悬爱穿迄个蟒袍嘛，红冠虾披嘛，吼。啊，迄个虾披哦，因为咱台湾做的吼，拢是去找迄个爱刺绣的人来去做。迄个时阵啊，就讲啊，要去倒去找迄个绣庄啊，来去绣这衫。到尾是去找做新明衫的师傅来做。啊，我就想着讲，其实阮台顶戴的这个帽啊，迄个皇冠啊，是毋是甲这个是共款的嘛？共款是相像的啊。是相像的嘛？啊，只是伊无咧红金嘛，伊是拢彩画发为主体啊。是。啊，其实这帽啊放大人底的落，嘛当当作戏帽落去做啊。是吼，所以讲，安尼我听起来我感觉真荣幸呢，因为我逐工伫台顶做戏，我就感觉就咧做新明，因为我伫的甲是新明伫的帽啊是一模一样的物件，只不过是大细的差别。对，大细的差别俩。哦，还佫有色水吧？
嘿，色水。色水嘛，因为新明咧滴的应该拢是金的，啊，阮拢是灿蓝色的。嘿。吼啊，这不过嘛是有差呢，因为我感觉讲吼，阮买一顶迄个头冠啊，吼，拢帽啊，拢其实讲袂讲介贵啦。吼，除非讲你是有特殊的定做的，什么珠啊啦，吼，迄黄金的物件会较贵。但是我感觉讲新明的物件吼较贵呢。你讲大细有差啦吼，无唔对，但是愈细粒电脑愈贵，对吧？阮台顶咧伫的这顶较大顶，可能这顶啊差不多几啊万块，但是咱新明咧伫的可能要10外万。免啦，差不多啊，同款啦。哦，同款嘛。对啊。差别就是伫咧讲这大细的分别。大细分别啊，人嘛是会伫一个，嘛是想做戏无啊。是吼。安尼都有一个。因为神嘛是人演变过来的啊。有道理。既然台顶伫的，甲新明伫的。是同款的物件，师你对这上了解，我要甲你请教一个较敏感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台顶先有，还是新明先有？应该是台顶的先有，才有新明的。哦，台顶的清差，叫换做是新明落去对应。新明无应该是伫较近代啊，就是伫明朝开始，清朝这段期间。新明帽则慢慢有演变出来，啊无伫迄较早应该是行到无新明帽啊。是，较早是无新明的帽啊，但是迄台顶已经咧戴这个帽啊。对，啊所以就渐渐安尼演变落来。哦，因为迄台是为平常时的人的生活开始。迄台是演平常时人的生活，系啊，甲平常时人的生活以后，甲咱想要学新明，甲装水人，甲用帽啊去学伊的，所以咱讲到什么新明，什么新嘅新明戴什么款的帽啊，其实吼甲朝代无什么关系，因为吼宋朝的新明。伊是伫宋朝的嘛，但是伊戴的可能是明朝的形式的帽啊，这个甲戏曲内底的这个戏台顶的迄个服装的服饰的发展是有关系。我感觉讲这有影啦，拢是人的代志嘛，吼，因为关新明的代志其实拢是人啦，人吼若是生活了真好歹，其实吼新明的世界吼都非常的圆满。我感觉讲这是人的心较重要，吼，啊人的清差啦，会去对应到咱对新明的肯敬。但是咱嘛无因为讲要趁钱咧凊彩做嘛，吼，那是做有工，所以讲你嘛是有伊。不管介绍偌悬啦，或者讲介绍偌好赚，重点是咱你的心意咧做的时阵，迄个点点滴滴，迄个心念吼，你拢注入伫内底。对啊。吼，每一点拢是无共款，拢是量身打造的嘛，独一无二的嘛，对无？恁兜太子爷所伫的，甲迄个庙景内底咧伫的，迄是无共顶嘛。每一顶拢是你啊亲手落去打造的。我感觉讲这是心意较重要啦，所以讲我问迄个问题是挑故意啦。吼，师傅教材心中要有一支。对，我知影讲恁绝对是无好赚。你若要讲要比吼，要比迄个例来讲，你去外口拍拼，其实要赚钱偌好赚的，你何必着去又工去做到遮尔油吼，去计较遮物件。其实重点嘛是迄个传承的心意，啊，就是轮到你嘛，伊有即个知识嘛，是不是？有迄个因缘安尼吼，在甲换衫的时阵。啊，是毋是有啥物禁忌，袂当去甲卡的啦？或者是讲吼啊，咱讲咧清炖的时阵啊，啊，像讲我拢定讲吼啊，面拢乌乌。啊，咱会来甲切一个袂，这用羊毛刷甲配一就好啊，唔爱甲切，因为切落去伊主早就香烟卡掉，你甲切落伊会变一撮一撮安尼。是吼，所以嘛是为了伊的庄严啦。啊衫咧，你换衫的时阵有啥物禁忌？换衫你啊，软身的女性，迄就爱查甫就袂当去遐卡，啊要换衫之前爱红布扭落，袂当互外面看到，爱由人女性落换咧，啊，若像讲这太子爷咧，要甲换的时阵咧，太子爷通常是伊较囡仔时去水河伊凊彩，你甲宝贝穿是会使，也是你日仔看好啊，就讲倒一天好时好日要来甲换，就拢会当甲换。伊不必是迄软身的女性，啊无方便就是伊内底的那个构造，伊雕刻的都较无方便，互人。看内底伊的内在，对。其实伊就莫讲新明啦，伊伫咱厝内吼，就是咱的长辈啦，咱的时代。所以咱对时代长辈啦、新明的尊敬、尊重吼。啊，虽然讲伊这换一个衫，毋是讲真简单的代志嘛，但是吼，咱其实吼会当较尊重特殊的日子啦、特殊的方法。讲起来讲是禁忌，其实我感觉讲迄是一寡咱对互相的尊重啦吼。啊，讲行业吼，迄少年人去投入这个行业嘛，变讲较少嘛，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像讲你这个会所的人，咧做这道的人，敢真侪。
真多啊。真多吗？哎，哦，我是半中途转道的，我本身是修理奥多麦的。哈，你是修理奥多麦啊？对。啊，那差真多呢。哦，退伍回来，就为着太主要做编去了后，才开始踏入这个新民界的。哦，踏入了后，迄算讲太子爷的饭就拢真黏，就着黏条条。对。你长期你观察到讲地方这个所在，一寡文化的发展吼。啊，像讲这个新帽的制作也好啦，还有讲刺绣这个新棉衫的这个刺绣的代志，你拢有真深的这个调查甲了解吼。啊，你认为讲吼，除了是咱民间信仰的这个部分以外吼，伊伫咱的文化中间，你的乡民的生活中间吼，你有看什么款的互咱的一寡建议甲启示？乡会头先有讲吼，像因来做无共款的时阵的时阵，伊有无共款的爱尊重的所在吼。啊，阮其实像伊的配件，像衫啦，啊，搁画。吼，阮顶下有拜访一个许承春老师，伊是做立体刺绣，啊也做画吼。啊，最近阮先锋爷出巡，啊这是吼先锋爷妈，嘿穿的吼。那有足侪善男信女，伊若讲想要来拜托伊，麻烦伊的顺带买一双鞋。吼，去下伊，啊伊若有像阮最近吼去拜访的是软身的吼，软身的先锋，啊软身的先锋，伊敢咱平常时看到迄刻的先锋，迄无啥相像吼，尤其吼即届吼是做全国的先锋吼，世锦吼，啊即摆拄着一寡疫情啊，啊那。大家吼会注重这生活，啊个有会麻烦拜托大家吼，甲咱保庇啊吼，哈咱这疫情过去，像咱台湾遮尔幸福，其实我感觉吼嘛是咱在新村吼有甲咱保庇，无咱有法度全世界拢遮尔多代志，啊咱台湾过来遮尔美满幸福吼，其实我感觉吼，迄个互相尊重，啊个彼此祝福吼，这是伊和我最大的启示啦。这虽然讲是传统的物件传互咱，但是咱有去符合着咱台湾社会一寡变化的过程吼。可比讲这个工的迄个工法啊，是传统的，但是咱的精神是现代的。哦，啊有真侪物件都去发展，变成是咱台湾的特色。我感觉讲这是真嘛是独一无二的人吼。啊，咱探出去外口的真侪所在，会去发现讲咱台湾的物件会水。我讲这是真，就是为了靠师傅吼，这样师傅老师，你即马是幼师吼，少年师吼，连讲你就是老师，但是你即马已经有老师的精神甲灵魂伫内面了。我感觉讲你迄个对代志的注重吼，我感觉讲迄个重点真重要啦吼。啊，当然啦，咱要讲这分享拢分享袂完啊，但是若讲到这同样是。真荣幸嘛，真感动的吼，拢是咱台湾的精神。啊，今仔日欢喜两位来到咱现场来分享着关于新明的中复式的历史甲典故，啊，个艺术的发展。咱就俗语伫咧讲吼，3分人就爱有7分装呢吼。啊，就算要装，嘛是爱有人来做。所以讲，就是靠恁啊，靠大家来牵成。哦，咱会当将这个人的精神、甲新明的这个启发吼，咱甲复合斗阵，将这个新明的慈悲啦，哦，新明的威严吼，展现出来。其实神以早嘛是人。吼，对无？所以咱人吼有迄个尊严甲威仪吼，咱的这个尊重，咱化作是生命的一种启发。我感觉讲这是咱台湾人上水的一个所在，嘛是上坚持的精神。真感谢两位来宾今日分享，啊嘛唔通袂记你讲吼，观众朋友啊，后礼拜请准时收看咱报道歌顶来继续谈大家俗语甲台湾文化一寡故事。感谢。有影是真趣味。我感觉讲，嗰啲沙人无讲。